喂，老闆，真係，如果你而家仲未用 AI，甚至未諗點樣用 AI，咁你真係會輸蝕。你啲競爭對手已經開始用 AI 嚟做緊嘢，自動回覆客人，精準推廣，慳時間又慳人手。佢哋唔係做得多，而係做得快、做得準。AI 唔會取代你啲人手，係會幫到你啲人做得更多。你唔用唔代表冇影響，你唔用，客戶就去用咗 AI 嘅對手嗰度。再等多半年，你唔止落後科技，你係落後生意、落後銷售、落後客戶體驗。我哋已經幫過唔少嘅香港老闆用 AI 提升效率、減少成本。唔同行業有唔同嘅玩法，地產、教育、醫療，我哋都有針對性嘅方案。所以唔好再問用唔用 AI 好呢，係要問我哋幾時用。香港做生意講求快、準、靈活。AI 就係你嘅下一步。如果你想知道點樣用 AI 幫到你嘅生意，我哋有份 AI 攻略手冊，專門為你嘅行業度身訂造。只要你回覆 AI，我哋就會 send 俾你。